你有冇試過每逢初一十五，香燭果品擺齊晒，跪低拜願，誠誠懇懇咁許願，但財運就係唔見起色，唔係你唔乾成乾成，唔係土地公唔嚟，係你拜嘅方式從一開始就已經走咗樣。好多香港人拜咗土地公幾十年，但係從來冇人話過佢哋土地公呢位神明佢真正嘅職能係咩？大家以為佢係保平安、辟邪鎮宅，所以拜佢就好似買咗一份平安保險金，拜完心安理得。但係呢個理解從根本上就係錯嘅。真正管住你財運嘅唔係財神爺，唔係觀音，而係你屋企樓下或者你鋪頭門口那一位低調得嚟冇人在意嘅土地公。風水古籍地理唔缺有云，土字萬物之母，氣之所聚，財之所藏。土係萬物嘅根源，係氣場最濃嘅地方，亦係財富潛藏嘅所在。呢個就係話土地公唔係一個保安，佢係一個管嘅。管嘅唔係你屋企有冇鬼有冇邪，管嘅係一塊地嘅氣場流轉，管嘅係財水入邊落去邊走。明白呢個分別，先至明白點解拜土地公嘅方式可以決定你嘅財運。好多人唔知道土地公喺中國神明體系入面正式嘅職銜係福德正神。福德兩個字，福德兩個字，福在前，德在後。福係福係福，係福氣財運；德係因果積累。佢管嘅首先係福，其次先係德。明代吉第56年第甲正年間，自己嘅筆記屬原則記入面專門記錄過民間對土地神嘅認知誤差，話當時好多人以土地為驗生之用，罔其施財之本質。翻譯成而家嘅粵語講法就係，好多人把土地神當成佢且工具時，忘記咗佢本來嘅職責係施掌財氣。呢個誤區喺500年前嘅明代就已經存在，500年之後，而家喺香港，呢個誤區依然原封不動咁流傳落嚟。你問10個香港人點解拜土地公，10個都會話保平安咯、鎮宅咯，話知佢靈唔靈，老一輩係咁做嘅。真正答得出土地公係管財氣嘅，好少。大坑道有一間做咗超過20年嘅茶餐廳，老闆阿財哥係銅鑼灣區老街坊，間鋪由佢父親開始傳落嚟。土地公身位就擺喺收銀台右側嘅角落。頭10幾年生意好旺，街坊熟客日日爆滿。阿財哥以為呢個係靠父親留低嘅口碑同廚師嘅手藝，但係大約7-8年前間鋪嘅生意開始慢慢走弱。唔係因為競爭，附近新開嘅餐廳冇影響到佢太多；唔係因為食物質素，熟客都話水準冇變，但係翻台率就係下跌，旺市唔旺，平日窮嘅更加慘毒。阿財哥後來請教過一位做風水嘅朋友，朋友入嚟一睇，第一句話係：你而家啲鋪嘅土地公去收緊錢，定係生緊錢，定係散緊錢？你知唔知？阿財哥答唔出嚟。朋友話：你呢個神位方向同動本都有問題，你拜咗20年，但係你拜嘅方式一直在消耗，而唔係聚集。之後的事，阿廚哥自己喺區內流傳調整咗神位方向，換咗3樣供品嘅方式之後，大約2個月，生意開始慢慢回令。呢件事嘅重點唔係土地公靈唔靈，而係拜嘅方式本身就係一重氣場捍衛。方式對咗，氣場流向你；方式錯咗，氣場流走。風水角度有一個說法：財神管遠財，土地神管近財。土地神管近財，佢嘅能量覆蓋面廣大，但係比較係一重大方向嘅起源。土地公就唔同，佢管嘅係你腳下呢一塊地，你屋企呢個單位，你鋪頭呢個鋪位，你公司呢個樓層。佢嘅能量係具體嘅落地嘅，跟你日日生活嘅空間直接掛鈎。就好似你而家住喺一個屋苑，物業管理公司管嘅係整棟樓嘅公共地方，但係你單位入面嘅氣場係由單位本身嘅格局同佈置決定。土地公就係管理單位嘅那一位，佢嘅管轄範圍細，但係影響力精準。所以風水師會話，如果你想改變生活空間嘅財運氣場，最直接嘅切入點唔係去大廟上香，而係先處理好你身邊你日日相對嘅那一位土地神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古人對環境氣場管理嘅一種本地化、具體化嘅表達方式。香港係一個極度密集嘅城市，人口密度高，
利用我地塊細，每一塊地嘅氣場能量都被壓縮喺一個好細嘅空間入面。古代內地風水講究尋龍點穴，要睇山形水勢，講究大格局。但係香港屋邨統樓相同，冇山可尋冇穴可點，呢套方法做喺香港嘅實際應用局限性好大。但係土地公崇拜就唔同，佢本來就係小地塊氣場管理嘅文化產物，專門為細小密集嘅生活空間而設計。呢就係點解喺香港拜土地公呢件事嘅風水夜市日，可能比任何其他形式嘅風水佈局都更加接地氣，更加直接。但係你要拜啱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而家屋企或者鋪頭嘅土地公神位，你上次認真打理係幾時？如果你諗起呢，發現好耐冇認真嚟過，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。每一次你重新正視呢位管家嘅存在，都係向自己嘅生活空間發出一個我準備好接受改變嘅氣場信號。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，就算你今晚返屋企把神位執拾乾淨，把香燭換新，如果你供嘅第一樣嘢用錯咗方式，等於親手截斷自己嘅財路，拜得越勤，留得越快。而呢第一樣嘢係幾乎每一個香港人家裏都有嘅米，你屋企廚房入面，你屋企廚房入面。而家有一袋米，你有冇諗過呢袋米同你嘅財運其實係直接掛鈎嘅？好多人以為米係供品入面最簡單嘅一樣，隨便找一把放喺碟上，或者擺一碗白飯，誠心就夠。但係如果你問一個真正鑽研過土地神祭祀傳統嘅風水師，佢會話你乜係三樣供品入面最好，而且錯咗之後影響最深遠嘅一樣。因為莫問米裝飾，米係信息。真正影響你財運嘅唔係你供咗幾多米，而係米嘅狀態同勇氣，向土地公傳遞咗一個財氣應該點流動嘅氣場指令。風水古籍《青囊經》有云：內氣萌生，內氣成形，內外相成。風水指成內在嘅氣萌發生長，外在嘅形態將佢凝聚成形，內外互相配合，風水格局自然形成。呢個就係話供品嘅形態本身就係一場氣場語言。你用咩容器裝基門，放喺邊個位置，呢啲全部都係同土地公講嘢。祭入面從來都係豐足同生命力嘅象徵，但係象徵豐足同生命力嘅象徵，但係象徵豐足同實現聚財之間有一個關鍵嘅中間步驟錯。青囊經講嘅內氣萌生，重點係錯，唔係沙，唔係要發揮聚財嘅氣場效果，關鍵唔係擺幾多出嚟，而係有冇做到藏而不露，滿而不溢嘅狀態。講到藏財嘅空間哲學，唔得不提清代晉商。山西喬家係清代最具代表性嘅商業家族之一。喬家大院喺其院格局講究，每一個細節背後都有風水考量。但係好多人去參觀喬家大院，只會睇廳堂、睇裝飾，很少人留意到一個細節。喬家嘅臨窗從來唔開係正面，入口必設於側方，而且窗門永遠向內開，唔向外開，唔向外開，唔係建築習慣，係風水邏輯。財不外露，氣不外露，氣不外散。窗門向內，意思係財氣往嚟受；開係側方，意思係唔正面迎殺，以曲折姿勢留住氣場。整個蒼林佈局講嘅係一個從字。喬家鼎盛時期，生意橫跨大半個中國，票號遍佈南北。後人研究佢哋嘅成功，多數集中係經營策略。但係喬家自己人內部流傳嘅說法係：貨倉穩財氣穩，貨倉亂，貨倉亂，財氣殺。幾百年之後來到香港，將軍澳條境內有一個住戶，故此叫佢陳生。陳生係一個自僱裝修師傅，收入穩定，好嘅月份可以好旺，差嘅月份連基本開支都緊張。陳生屋企神位擺喺客廳一角，土地公神龕旁邊供住一碟米。係佢太太每逢初一15還嘅。有一次，一個做開風水嘅街坊嚟佢屋企咗，蒙咗神位一眼，蒙個身位一眼。你呢碟米每次玩嘅時候，舊米點處理？陳生太太話倒咗咯，或者煮嚟食。街坊問碟子係咪每次都沖洗乾淨先至放新米？陳生太太答起啊，沖乾淨先放。街坊停頓咗一下，話。你呢個做法好虔誠，但係有一個問題，你每次把舊米倒走，再沖乾淨碟子，再放新米，係氣場角度，
你做嘅係一個完整嘅清空動作。財氣聚咗，你清走，再聚，你清走，再聚，你又清走，循環落去，財氣無法積累。師桑太太聽完第一反應係唔信，但係街坊解釋咗供米嘅正確方式之後，佢哋試咗3個月。陳生自己話，之後接單嘅穩定性明顯改善，唔係話突然發低，但係手停口停嘅焦慮感減少咗好多。佢太太話可能係心理作用，但心理安定咗，做嘢都順啲。重點唔係言之有源嘅靈驗故事，重點係原點故事，重點係供米嘅動作背後係一套完整嘅氣場邏輯。你每一次嘅處理方式都喺強化或者削弱呢個邏輯。第一個關鍵用氣用碗，唔用揼碗，唔用碟子係破嘅，開後嘅四面冇遮攔嘅。喺氣場邏輯上，碟代表煞，財氣擺喺上面，四面透風留唔住。碗就唔同碗就唔同，碗係圓嘅有深度嘅向內收嘅形態。用碗供米係開窗之令，係最唔係散，就好似你間屋入面，如果四面都係落地玻璃牆，開陽冷景，但係保暖成賊，冬天凍夏天熱，人住喺入面長期處於一重無遮冇攔嘅疲憊狀態，碗就係幫製氣保溫嘅那個容器。第二個關鍵，米要滿，但唔可以溢出碗邊，滿而不溢係關鍵。米裝到碗嘅90位置最為理想，唔可以裝太少，太少代表匱乏嘅氣場訊息，但亦唔可以裝到滿出嚟，米粒溢出碗邊，代表收唔住，採來採去留唔低。好多人供米嘅時候隨手找100方入去，從來冇留意過分量。但係在氣場邏輯入面，你每一次嘅動作都係向土地公傳第一個訊息。你係一個用心管理自己財氣嘅人，定係一個隨隨便便採來採去都冇所謂嘅人？第三個關鍵，換米唔係全部倒走，而係捉甜。正確嘅方式唔係將舊米全數清走，而係捉甜，將碗裏嘅舊米留低1/3，再加入新米填滿至90%。原理係舊米已經承載咗一段時間嘅氣場能量，全數清走，等於將之前積聚嘅財氣一筆勾銷，留低1/3，加入新米，係新舊財氣交接、氣場連續傳承嘅做法，令財氣嘅積累唔中斷。唔係每次都重新開始，唔係你唔勤力敗，係你每次揾米都在親手重置自己嘅財運界數起。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旺氣吉塞。唔單止係一個願望，更加係一份向土地神發出嘅氣場宣言。宣告你而家已經知道點樣正確對待這塊地嘅主宰，宣告你準備好讓財氣在你嘅生活空間入面真正聚攏落嚟。但係米只係3樣之中最表面嘅一層。第二樣供品係好多人以為最乾淨嘅選擇，用最貴嘅香買最美嘅沉香，以為價錢越高香味越濃，土地公就越高興。但係風水師見過太多次，呢個出於改性嘅選擇，反而係招來破財氣場嘅人先。而你今晚返屋企，可能已經插住過一隻蔥嘅香，你有冇試過特意去買一盒靈香、沉香、檀香或者標榜天然無鹽嘅名貴香，乾油乾淨地插喺土地公神位前，覺得自己已經盡晒心思。但係點解香燒完之後，屋企嘅氣氛唔係變得平靜安定，反而有一重說唔出嘅煩躁散漫，甚至壓抑？唔係你多心，唔係你多心，唔係香唔好，係你選嘅香同你神位嘅氣場屬性根本就唔夾。真正影響土地公神位氣場嘅唔係香嘅價錢，而係香嘅氣味屬性同神位五行嘅配合對咗。一着普通清香都能聚財，配合錯咗一盒千元沉香方面套散氣場。風水古籍中經有云：氣成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古人最知是不散，限之師有自古謂之風水。氣遇到風就會散開，遇到水才會停止流動。古人懂得將氣聚攏，令佢唔散失，引導佢流動，令佢有所歸止。呢就係風水嘅根本道理。呢個就係話氣場嘅核心問題，永遠都係聚定散。香喺呢個邏輯入面扮演嘅係一個氣場調頻器嘅角色，係燃燒時產生嘅煙霧同氣味，喺傳統風水觀念入面係一重將人嘅意念同空間氣場連接嘅媒介。但係唔同氣味屬性嘅香，
掉出嚟嘅頻率唔同，有啲香掉出嚟嘅頻率同土地神師在在地職能相符，有啲香掉出嚟嘅頻率反而會令空間氣場產生一重擾動，令原本可以聚攏嘅財氣向外散嘅。蘇州寒山寺香火綿延逾千年，係江南地區香火最鼎盛嘅寺院之一。據寺院文獻記載，寒山寺歷代住持對財神堂同土地堂嘅用香有明確區分，財神堂用香以氣味沉實、煙霧凝聚為標準，隨而不散之意；土地堂用香則以氣味清淨、煙霧平穩上升為標準，取其地氣上大、音聲相通之意。核心都係聚字，但聚嘅方向唔同。財神堂要氣往下潛，土地堂要氣平穩流通。兩重標準都有一個共同嘅禁忌，氣味過於濃烈、煙霧飄散過快嘅香一律不用。原因係氣味太重，令空間產生擾動而非聚合，煙霧散得太快，象徵財氣留唔住。幾百年後來到而家嘅香港，旺角砵蘭街一帶廟宇密集，返你細心觀察會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，唔理一帶生意最長情，幾十年屹立不倒嘅老鋪，門口土地神位用嘅香，清一色都係細支、氣味清淡、煙霧平穩嘅清香，反而係新開唔夠2-3年就轉手嘅鋪位，好多都喺神位前插住又粗又濃、煙霧匿埋嘅大支香。老街坊會話大支香係做吸人體嘅細支清香，係做吸神明感受嘅。呢句說話背後有一套完整嘅氣場邏輯。香嘅3重常見錯誤圖，你中咗幾多？第一重錯低人物，第一重錯用氣味過於濃烈嘅香。沉香本身唔係問題，問題係市面上好多標榜沉香嘅產品，為咗令氣味更突出更持久，會加入大量人工香精。呢種經過強化處理嘅濃烈氣味，喺密閉空間內會產生一重氣場壓迫，空間裏面嘅氣被逼劇烈流動，無法平靜聚合。就好似你間屋入面，如果有人突然大聲喧嘩，原本安靜坐喺度嘅人都會裝唔住想走。濃烈嘅人工香味對氣場嘅影響如此類似，他驅走嘅正是你希望留住嘅財氣。第二重錯誤香太少，煙霧太多。大支香喺民間有一重心誠則靈，香越大越抗性嘅誤解，但係喺空間氣場角度，香燃燒產生嘅煙霧，如果量過大，會令空間空引入一重渾濁嘅狀態。視覺上煙霧彌漫，氣場上則是渾濁不清，財氣與煞氣混雜難分。古人在室內祭祀，用香素來以細支清煙為上品，原因正在於此。清字係氣場能夠有效運作嘅前提條件。到3重錯啱個應，第3重錯香插唔勻，傾斜燃燒。香插喺香爐入面必須垂直穩固，傾斜嘅香喺燃燒過程中，煙霧會朝一個方向偏移，在氣場邏輯入面代表氣場方向不穩，財運偏移，難以正向歸位。更實際嘅問題係香如果傾斜，灰燼會掉落唔均勻，香爐嘅整潔程度冇法維持，而香爐嘅潔淨程度直接反映神位氣場嘅清明程度。就好似你間公司嘅財務簿，如果文件亂堆、賬目不清，唔單止工作效率低，更加令整個公司嘅財氣運轉出現障礙。香爐嘅整潔是同樣嘅道理。咁到底用乜？咁到底用咩係先啱？3個原則：氣味清淨唔係冇味，而係清淡而有質感。傳統竹製清香、天然艾草香，或者以天然木粉製成嘅無香精素香，都係配合土地公神位嘅選擇。氣味要能感知，但唔應該刺鼻或令人不闊。煙霧平穩，香點咗之後，煙霧應該緩慢平穩地垂直上升，唔應該西山飄逸或者煙霧過濃。平穩上升嘅煙霧在氣場邏輯入面，代表地氣穩定上大，引神氣場排順相同。只受括中土地公神位供香，以單數為1支或者3支。單數在傳統禮數中代表陽氣，與土地公司財趨旺嘅陽性能量相合。雙支或者爻數傳統上屬於陰禮，更多用於祭祀先人，而非祈福催財。唔係你唔干性，係你唔干性，係你誤解咗干性嘅定義。真正嘅干性唔係花最多錢買最貴嘅香，而係用最合括嘅方式，向呢一位管家傳達一個清晰、穩定、正確嘅氣場信息。咪講完，去講完。
最多人做錯，影響最深，而且你可能今晚返到屋企就要立刻檢查嘅。係第三樣供品，唔係貴價嘢，佢喺你屋企每一個角落都有，佢廉價得令人忽視。但係風水古籍用專門一整章嘅篇幅來講佢，因為佢決定嘅唔單止係你屋企嘅財氣，而家財水由邊嚟又去咗邊。你有冇諗過土地公神位前嗰一杯水，你上次玩係幾時？唔係問你記唔記得，係問你有冇認真諗過你杯水點還，幾時還，用咩水，背後照邊個方向？呢啲細節對氣場嘅影響可以有幾深？好多人供水嘅態度係有方就是誠心最重要，但係風水古籍對水嘅論述比米比興都要詳盡，因為水喺風水體系入面唔係一個供品，水係財氣嘅載體，係財運流動方向嘅鏡子。你供嘅呢杯水，每一日都係告訴土地公，你嘅財水應該往裏流，定係往裏流，定係往外走？真正影響你財運方向嘅，唔係你有冇供水，而係水嘅來源、還水嘅時間節點同水杯嘅朝向，三者合一，先係真正開啟財水歸同嘅完整入時。風水古籍中計係國破，係東晉年間寫就嘅風水經典，喺後世專為風水學典基之作。藏經入面有一句被後世引用最多嘅核心論斷：氣成風則散，介水則止。氣遇到風就會散開，但係遇到水就會停止流動，聚攏起落。呢句說話係整個風水學對水嘅最根本定義。水唔係普通嘅液體水，係扭住氣場嘅變革。所以喺風水布局入面，見水代表氣場有歸宿，財運有着落；水舟代表氣場失去依託，財運隨之流散。而你神位前嗰一杯水，每日24小時都喺神位旁邊，佢嘅狀態直接反映你屋企財氣一流動方向。水清、水滿、水靜財氣聚，水少、水稠、水稠財氣散，就係咁簡單。但係就係咁多人做錯。國破係藏經入面講嘅，雖然主要係墓地風水，但係水局嘅理論俾後世風水師廣泛應用於陽宅。其中有一個論述，後世風水師係解讀室內供水時經常引用：來水者財之源也，去水者財之路也，冇水亦財之路也。去水而斷，來嘅水係財富嘅源頭，刺開嘅水係財富流走嘅路徑。來水要綿長持續，去水要短促收斂。應用喺神位供水嘅邏輯入面，換水嘅動作代表來水兜水倒走嘅動作，代表係水來水要持續有規律，去水要快唔拖延。換水要勤，要有固定節奏，舊水倒走要果斷，唔好讓舊水在神位前停留過久。而新水加入嘅方式亦有講究，唔係粗魯地將水倒入，土穩地注入，令水面保持平靜，唔產生波瀾。平靜嘅水面係財氣穩定聚攏嘅氣場印記。九龍灣有一間中型 IT 公司，財務主管姓李，同事都叫佢李小姐。公司規模唔大，但係做咗10幾年，一直都算穩定。公司茶水間旁邊有一個土地公神位，係租用呢個單位之前，上一手租客留落嚟嘅公司接手之後，同事覺得唔好東佢，就保留咗落嚟。每逢初一十五，由李小姐負責玩供品。李小姐係一個做事認真嘅人，米還米，香還香，水還水，從來唔會忘記。但係佢有一個習慣，換水嘅時候，佢慣性將水杯拎去茶水間，將舊水倒入水槽，沖洗水杯，然後用飲水機嘅熱水加冷水混合，斟滿水杯，裝滿濕杯，再拿回神位。有一年公司來咗一個新同事，之前喺一間風水師事務所做過文員，對呢類事情略有認識。有一次佢見到李小姐玩水嘅過程，之後私下問咗一句：李小姐，你用飲水機嘅熱水同冷水混合，係咪因為怕水太凍擺身唔好？李小姐話：係啊，熱水冷水各一半，水溫舒服啲。新同事停頓咗一下，話：混合水喺氣場角度係一種來源不順嘅狀態，熱水同冷水嘅水性唔同，混合之後產生嘅是一種火候運嚟嘅水，唔係來自一個清晰嘅源頭。供喺神位前傳遞嘅氣場信息係財路方向不明，來源混亂。李小姐起初半信半疑，但係失去公司呢幾年嘅財務狀況，收入來源確實零散，項目嚟嚟去去，但係大單難成，現金流一直處於一種唔穩定但唔崩潰嘅狀態。之後李小姐改咗做法，
該用未經加熱嘅純淨水，每次玩水時間固定係朝早返工後嘅第一件事。水杯朝向亦作出調整。改變之後大約4個月，公司簽到一個較大嘅長期服務合約，現金流開始變得穩定。李小姐自己講，可能只係巧合，但係我寧願信。供水嘅3個關鍵，逐一拆解。第一，水嘅來源用單一來源嘅清潔水，最理想嘅選擇係未經加熱處理嘅純淨水或過濾水。原則係來源清晰，水性單純，代表材料來源清晰，財氣方向明確。禁忌係混合水、放置過夜嘅隔夜水，或者直接用喉管自來水而不經過濾。隔夜水喺中國傳統觀念入面屬於死水，流動性易失，氣場沉滯。用隔夜水共生傳遞嘅氣場信息係財氣停滯唔流動，與催旺財運嘅目的背道而馳。第二，玩水嘅時間固定節奏，朝早優先。滿水漲起身嘅時間係朝早，最好係朝早起身之後，出門之前嘅第一個行動。原理係朝早係一日之中陽氣最初升發嘅時段，此時玩上新水，等於用一日之中最新鮮、最有活力嘅陽氣為身體補充來水。更重要嘅係固定節奏，每日玩或者最少每隔一環，代表財水流入嘅頻率。不規律嘅玩水傳遞嘅係財運來去無敵、難以把握嘅氣場信息。第三，水杯嘅朝向背後向，背後向內唔向外。水杯擺喺神位前，背後應該朝向神掌，即向內向里，代表財水往里歸。火台擺放嘅方向令背後朝外，朝向房間嘅開闊空間，在氣場邏輯入面，代表財水向外流。就好似你屋企嘅大門，如果大門長期半開半掩，朝外敞開，屋內嘅晦氣同私密性都會流失。水杯朝後是同樣嘅道理，少少一個細節，但係每日4小時都在運作，累積落嚟嘅氣場影響唔可以忽視。財水歸土運氣，而係靠你每一日對呢杯水嘅態度。你有幾認真對待呢杯水，土地公就有幾認真幫你守住呢塊地嘅財氣。三樣公公米香水，而家你已經知道點樣正確對待，但係呢度有一個問題，係好多人從來冇諗過嘅。就算3樣供品全部供啱咗，如果神位本身不係一個錯嘅位置，3樣供品嘅效果會大打折扣，甚至完全無效。神位擺喺邊，唔係跟感覺，唔係跟習慣，唔係面向大門就算我，而係有一套幾千年傳承落嚟嘅選位邏輯。而呢套邏輯，連好多風水師都唔會主動講出嚟。你屋企嘅土地公神位，你屋企嘅土地公神位，而家擺喺邊？大門右側、客廳角落、廚房旁邊，定係因為上一手住客係咁擺，你就跟住咁擺，從來冇質疑過。好多香港人對神位選址嘅態度係面向大門就啱，擺埋角落唔咗嘢就好。但係呢兩個標準，一個係五戒，一個係將就。用將就嘅位置擺住一個管住你財氣嘅神明，然後每逢初一15開成供奉，天安財運好轉。就好似你請咗一個經驗豐富嘅財務顧問翻嚟幫你打理財產，但係你俾佢坐喺一個漏風漏雨、冇燈冇電嘅儲物房入面辦公，佢嘅能力再強，環境唔配合，發揮唔到。土地公神位嘅選址唔係跟面門嘅通俗說法，真正嘅選位原則係找到你屋企或者鋪位嘅氣口所在，令神位坐鎮氣場最合之處，先能發揮四彩催旺嘅最大效能。風水古蹟地理五缺有云：氣之內必有其口，口之所在，財之所聚。氣場流入一個空間，必然有其入口，氣口所在之處，正是財最合之地。呢個就係話風水講嘅氣口，唔係指大門嘅門口，氣場能量最活躍、最集中流入嘅位置。大門確實係最常見嘅氣口，但唔係唯一嘅氣口。香港嘅居住環境，大量單位面積細，格局不規則，窗戶位置複雜。好多情況下，一個單位嘅氣口並唔係大門，而係最大嘅窗戶或者客廳與飯廳之間嘅開放空間交匯牆，或者連接兩個主要空間嘅走廊節點。簡單嘅判斷方法，你企喺屋企一面，感受一下邊個位置嘅空氣流動最明顯，自然光線最充足，人喺呢個位置站立，感覺最通透開闊。呢個位置通常就係你屋企嘅氣口所在。找到氣口，神位就應該選址喺氣口附近，面向氣口方向。
令土地公坐鎮係財氣最先流入嘅地方，第一時間接受聚攏管理呢股財氣。有一次，一個研究香港老字號生存之道嘅年輕人來訪問阿叔，問佢點解踩得咁耐。阿叔想咗一下話：我唔識講風水，但係我老豆話過一句嘢，土地公要睇得到人嚟。年輕人問：你意思？阿叔走到鋪頭入面，指住神位，你睇我呢個神位面向嘅方向係街坊行過最多嘅那條路，唔係面住我鋪頭大門，係面住人流最多嘅那條路。我老豆話土地公要睇得到財氣從邊度落，佢先至接得住。年輕人問：咁係邊個教你老豆嘅？阿叔是佢老豆落早傳落嚟嘅。三代人守住同一個神位方向，守住同一個神位方向，守住同一間鋪。點樣判斷自己屋企嘅氣口？4個步驟。第一步，感受空氣流動，關上所有門窗，等室內空氣靜止約3分鐘，然後同時打開大門同所有窗戶，站喺屋企中央，感受最先、最明顯感覺到空氣流動嘅方向。呢個方向通常就係你屋企氣口嘅所在位置。第二步，觀察自然光線。一日之中，自然光線最先照入照射時間最長嘅位置，氣場會躍到最高，通常係氣口附近。第三步，留意人嘅自然動線。屋企入面，家人自然以人最想經過、最喜歡停留嘅位置，往往就係氣場最流通、最舒闊嘅地方，氣口所在。第四步，排除廁所同廚房。就算廁所或廚房符合以上條件，都不可以將神位選址於此。廁所屬陰，廚房火氣重，兩者都會干擾土地公司財嘅氣場運作。氣候找對咗，三陽共品高，三陽共品公啱咗，啱高啱咗，呢3層加密，先係一個完整嘅財氣歸同佈局。少咗任何一層都係不完整嘅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而家屋企嘅土地公神位係跟上一守住黑流落嚟嘅位置，定係你自己認真選過嘅？如果你而家諗起你，發現你從來冇認真考慮過呢個問題，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，因為每一個願意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空間嘅人，都已經係做一件好多人終其一生都唔會做嘅事。當你開始認真對待自己腳下嚟一塊地嘅主宰，自然會開始認真對待你。拜對土地公唔係一個玄學技巧，而是一種對自己生活空間嘅鄭重態度。你有幾認真對待腳下呢塊地，呢塊地就有幾認真承托你。而家在你關掉呢條視頻之前，再留言區留低你入屋企神位嘅方向，或者話我知你今晚打算改變嘅第一件事，唔係做俾我睇，係做俾自己睇。將呢個決定寫出來嘅日期，你已經向自己嘅氣場發出咗一個最清晰嘅信號。我準備好認真對待屬於我嘅這一塊地。深夜睇呢條視頻嘅你，可能屋企好靜，窗外香港嘅夜色萬家燈火，每一盞燈背後都有一個人，用自己嘅方式打理着屬於自己嘅那一小塊地方。有啲人用錢打理，有啲人用關係打理，有啲人用風水打理。但係所有方式嘅背後，其實都係同一回事。你有幾在乎自己嘅生活，生活就有幾在乎你。土地公坐喺你屋企嘅角落，守着你嘅那一塊地，守咗幾十年、幾百年。而家你知道點樣正確對待佢。氣財有論氣場由你而起，財運有心而定。